從眼前來講，從眼前單嚟講，念這句單佛號念呢句佛號睇起嚟看起並唔來難，並不難，但但其實都唔容易也不容易。就是這係咁樣，一句接一句的念，一句嘅念，念念之中都會有相應嘅喜悅。印光大師講嘅念佛之樂，念佛之樂，非真念佛嘅人唔懂唔知。念佛嘅快樂，念佛嘅喜悅，唔係真用心去念佛嘅人唔容易理解。真念其實就係好單純咁樣念，唔使諗到咁複雜，就係咁樣。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一句又一句。點念幾耐呢？念就得啦，一直念就得㗎啦。念住會忘記，諗起嚟再繼續念，仲係一樣嘅。念住不知不覺，嗰啲煩惱嘅事情呢，嗰啲解唔開嘅心結，嗰啲心裏面過不去嘅坎，一個一個都化解啦。念住心寬啊，有光明啦。念住發現世間嘅一切睇起嚟都順眼咗好多。跟住繼續再念落去，慢慢發現原來眼前嘅呢啲都係佛菩薩，睇一切人都是菩薩。